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是2022年我区重点工程之一，承载着5年增绿山川、10年绿满拉萨的美好愿景。无数绿化人扛起铁锹上山造林，用汗水铺就绿色造林路。平措斯达就是其中之一。我觉得我爸爸在南北山工作，我很骄傲，因为以前拉萨周边的山上都光秃秃的，现在长满了绿树，环境越来越好了，空气越来越新鲜了。希望拉萨越来越美。刚开始我们施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，比如说山体比较陡峭，施工危险性也非常大，山地土层也薄，石土也非常多，需要大量的人工，还有就是前期水源条件也比较紧缺，必须要把水利工作完善，才能保障那个苗木的种植。但是最后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，克服了这些困难，现在效果也挺好的，树都长起来了。抖音。